10點半啦，我哋領隊何大爺仲未到。小巴出邊嘅景色係咪好熟悉啊？啱啦，我哋係去緊蓮塘口岸啊，準備行遊下深圳比較冷門嘅地方笋崗。我只係對香港人嚟講啫，記憶所及啊，我好似好多年前喺笋崗食過一次晚飯，所以對笋崗完全係冇印象。到深圳點會唔去華強北啊？朝聖啊嘛，唔買嘢都要行下嘅。其實我係想買2嚿電池啊，俾我架哈佛仔。行咗一輪，問咗一輪，終於揾到一間賣哈佛機嘅專門店，但係由於價錢嘅問題啊，終於放棄咗。心諗點解冇山寨貨㗎？咁個新商場飲茶。而家喺呢款個關啦呢係喺蓮塘口岸商業城出口轉右啊，行咗大概5分鐘到，就到咗好多香港人幫襯嘅荔苑酒家，食過輕量嘅午茶飯。佢哋嘅食物質素同埋烹調屬於一般般合格嘅，但係個廁所啊，我知個男廁衛生有非常大嘅進步空間，同埋佢係冇座廁嘅。喂，好大條啊！太夜冇得翻去啊！你傻嘅你遲咗你係冇位啊！哦，呢個咩嚟㗎？呢個正嘢，正嘢，正瓜，勝瓜。正瓜。食完輕量午茶飯之後，就搭地鐵呢，就去華強北朝聖啦。除咗何領隊買咗嚿充電尿袋之外，大家都冇乜買嘢，於是又搭地鐵去今日我哋嘅目的地笋崗。請大家黐住我哋一齊漫步笋崗，睇下揾唔揾到笋嘢啦。時光似水匆匆過，青春轉眼已蹉跎。結束那天又能帶走些什麼？不要去想那麼多，學會好好的生活。生而為人都是有苦也有樂。笋崗喺呢幾年起咗唔少又高又大嘅商業大廈，馬路都擴建得幾闊下嘅，都幾有大城市嘅氣息。但唔知點解呢度有好多電單車呢，就中意駛上行人路嘅，所以我哋身為行人喺行人路都要步步為營。日子熬着熬着有起色，錯誤的人別執着，對的人了別放過，相
信幸福终会开花结出果。不要去想那么多，学会好好的生活。生活过着过着又着落，人生有舍才有得，要把自己活成歌，平平淡淡度過人間長河。喺廣東省啊，你話睇菊花展，大家會想起小欖；食乳鴿，大家會諗起石岐；買燈飾、古鎮鎮係必然嘅首選。講文具、玩具，睇怕筍江就最筍啦。貴哥會唔會嚟多一次筍江睇滑板車呢？不要去想那麼多，學會好好的生活。管它該有該無，我們要灑脫。時光似水匆匆過，青春轉眼已蹉跎。結束那天又能帶走些什麼？不要去想那麼多，學會好好的生活。生而為人都是有苦也有樂，我們皆是紅塵客，難免有對就有錯。前塵舊事歲月會淹沒，不要去想那麼多，學會好好的生活。日子熬着熬着有起色，錯誤的人別執着，對的人了別放過。相信幸福終會開花結出果。不要去想那麼多，學會好好的生活。生活過着過着又着落，人生有捨才有得，要把自己活成歌，平平淡淡度過人間長河。哇，靚牛肉啊，靚牛肉啊！唔使食，唔使鬧啊！夠啦，好，食住先。唔使食，特級雪花牛肉，係。咁多塊啊！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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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完先啦。你揾對長筷子啊！唔使，我唔使，我自己感覺到嘅。擺咗。唔係整熟呢啲係啲耐啲定係快啲㗎？差唔多啦，係啊，差唔多。呢個牛味腸。正啊！